谢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请坐。当我们继续祷告之前，我们用一首诗歌来敬拜神。在我们中间是客家圣乐团，他们要一首客家的诗歌。谢谢主，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一同敬拜同样的一位上帝。基督永长久，是的，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，但在基督里面却是永远长久在神的恩典当中。今天是一个祷告的聚会，我可不可以邀请各位，我们再一次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